平安。老早哈，真欢喜看到大家天气寒冷，所以大家出门的时阵爱加穿挂。这时请咱向你的左边、正边甲倒边的兄弟姐妹讲，足欢喜看到你，足欢喜看到你，足欢喜看到你。互相来问安呐。冷冷的早起时当咱做伙聚集的时阵，咱一生来敬拜上帝，咱彼此相听，上帝听着伫咧咱中间。好，咱阿未礼拜的大声，请咱做伙压头来祈祷。听从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寒寒的天是你赏赐，互阮有无共款的感受。多谢你赏赐，互阮即个遮尔美好的世界。礼拜四的早起，阮大家做伙聚集，虽然寒，却因为你对阮的呼召还阁有疼，阮紧紧来到教会中间。阮较无你对阮开喙讲话，阮较无会当组织做伙来敬拜你。恳求主你的圣神引带着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的心会当去调伫主，互阮的骹步会当受主的吸引。希望阮去行的路来行。主啊，恳求你伫咧今仔日的礼拜，你大大来对阮开喙，你的圣神大大来引带阮，互阮今仔日无论坐地，无论徛的，无论是伫咧台仔顶服侍，无论是阮专心伫咧听叹主你对牧长对讲台所要对阮讲的话，拢会当成做阮生命的引带，成做阮人生的美娘。恳求你，互阮的心安静落来。恳求主你的圣神即时临到。规长的礼拜，自头到尾，拢有主你对阮美好的旨意。你的灵伫咧遮，互阮会当专心来仰望你。恳求你甲阮伫地，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基督耶稣的圣尊名求。阿门。各位兄姐大家平安，真欢喜看到大家吼。毋知咱会想讲，足期待礼拜日到的，足一定要来做礼拜安尼吼。真侪人拢是安尼，礼拜日足想要较紧的，都一定爱着来礼拜吼，要来见咱的上帝吼。好，咱要做礼拜进前，咱台前来练咱今仔日的诗歌。今仔日诗歌2首拢是真熟的歌吼。即首咱提前来掀开572首，572首。即首诗歌是是祈祷恳求的诗歌。若有看圣诗的人吼，咱来看迄个逐首的下面，迄个倒边的迄个谱表的上尾拢有一个经节，每一首拢有吼，拢有一个参考的经节吼。即首歌。迄个哥林多后书5章7节，就是咧讲，咱行事为人，拢是咧靠着咱的信心，咧靠信心。因为咱逐工，咱活伫即个世间，咱讲要定定保持讲，我信心足好诶吼，敢若足无简单诶。因为咱有咱的环境，有咱的生活，有阵时会拄着烦恼诶代志，这拢是难免。总是咱是要安怎会当。咱的信心会一直保持讲，活靠主吼，就是咱着听上帝的话嘛吼，读圣经祈祷，圣神求圣神来引带咱，咱才有法度讲伫咱的生活中间，咱会当安尼活着安尼真有快乐吼，拢靠遮的吼，所以心目主坚固，吼咱心目主坚固就是属罪耶稣。我想要。咱来唱第1节了，咱来提升，搁来唱第3节吼。唱第3节，因为我感觉伊的意思就是讲，第3节讲，我行黑暗的路，烦恼交甜骹步，求主引带，互暗变做光，幽闷甲我
教我吼，即字是教我担当免我离主那无通依我，则搁来倒转来唱第二节。这是你练的事啦。啊，若要做礼拜的时候，就毋是安尼吼，做礼拜就是1、2、3、4安尼唱吼。好，来，请思琴。好，来。心把恩主给我，就是小罪耶稣，救主兄弟，求你听我祈祷，最后世界靠无，我专心我讲对兄弟。第三节。我要我面路，我路高的脚步，救主你走，我后面走这个有门的我懂得，每我里主动我同意我。第二。当我心心能将希望和我拥有，在我心间，你无替我小心，我亲近听你，这些顺从心情我回我是对细汉就伫基督徒家庭大汉的，所以我会定定记着阮妈妈读圣经迄个话，吼，尤其是伊读过，我若有注意听，我拢会记起来。啊，圣诗嘛是共款，就是讲妈妈定定伫吟诗的时阵，阮敢即摆阮拢还佫会晓背。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讲，上帝爱将信仰伫咱的心中，咱嘛爱将即个信仰互囡仔。所以咱带啥物互咱的囡仔吼，所以爱互囡仔有安尼即个信仰会当记伫囡仔的心上，吼，这最重要。这是我伫准备的时阵，我有安尼的想法啦吼。好，来，咱搁掀开217首，上帝真正是我的上帝。这篇嘿，搁伫下面遐吼有迄个谱表的上下面遐有是诗篇63篇，这规首内底拢。大部分的词拢是对诗篇63篇，咱若有时间呢，咱会当转去看。所以我若咧吟诗的时候，我真爱看迄个词，迄个词就是你甲上帝祈祷的时阵，吼，你唱歌的时阵，上帝有伫听，啊嘛是咱的祈祷，吼。所以咱若咧唱歌的时阵，毋是讲喙安尼唱过就好，其实爱去想着迄个作词的人，吼，伊真用心伫将这个词来做来互咱唱，吼。好，这首歌嘛真熟，来，咱来唱。上帝真正是我。好的，来。上帝真正是我上帝，我怎么面见你？小小小鸟微微的飞，几百里不你第二三。我心仰望上帝的我，祈求靠
帝将伊的话来刻在伫咱的心。咱即时练习到遮，请咱安静心。求就互恁吹就拄着，拍门就甲恁开。因为囡仔求的得着，吹的拄着，拍门的就甲伊开。我要对上帝出声求救，我对上帝出声，伊要按耳孔听我。下面咱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217首。上帝真正是我上帝。上帝真正是我上帝，趁早我要找伊，思想少年袂话得过，一目念久无离。请起立，咱吟全首。请坐。下面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伫周报第7页。使徒圣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毕业岛林内受苦，
顶12个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个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咱三角来启用，经文37篇，也是箴言23章。咱同心来启用。我的囝，你的心若有智慧，你的嘴若讲正直，毋通欣羡歹人，将来一定有愿望。我的囝，着听，着有智慧，着听叹生你的老爸。着买真理，毋通买。正直的人的老爸为大快乐。着互你的父母欢喜。我的囝，着将你的心交托我。启用到这。下面咱同心来祈祷。宇宙万物的创造者，至圣的天父上帝，你所听的正经儿，即时同心聚集伫你的圣殿。我们要用诗歌来学习你，用祈祷向你讲话，要听你教导阮行伫正路的话语。首先，阮为着家己的罪甲过失，有可能是骄傲。有时阵是讲话无诚实，无愿意了解得失阮的人，失去听心，也是心思意念无清气等等。恳求主你怜悯阮、赦免阮，你的圣神引带阮离开这的歹所行。阮也为着中东地区的和平来祈祷，伫中东地区的伊朗，因为经济发展真无理想，钱变薄，各种的物资大起价，致使百姓生活困苦。侪百姓行上街头游行，向政府来抗议，毋望政府会当重视改善物价膨胀的情形。毋过，因所得到的回应是受到武力的镇压，造成侪人死伤，以及侪人受到关押。美国川普政府出声要求伊朗袂当以武力来持续镇压伤害百姓，同时也派出军队前往中东地区。即时，中东地区随时有爆发战争的可能。阮为着这个地区的和平，恳求天父上帝你来看顾保守，互战争无搁发生，互伊朗的政府会当伫国际压力下，无搁以极权来治理伊的百姓，采取正确的行动来回应百姓的要求，改善百姓的生活。阮也为着阮所徛起的所在经济发展需要来恳求。伫目前国内有侪项的公共设施工程正在进行当中，伫阮目山地区也有接运的工程的施工当中，社会主体以及侪建设公司起厝的案件也正在起造当中。毋拄伫这工程当中，对地面、对地下所挖出来这大量的土沙，也是都市更新拆旧厝来起新厝，这旧厝所拆落这砖仔角、阿门土角等等，因为无够额的所在通来存放。所以，侪工程目前拢因为安尼无法度正常来进行。恳求天父上帝，你引带带领，秀出智慧、能力，互负责的政府官员以及这施工的营造厂商合力共谋，有规划出好的方案，或这土沙嘅废土有适当的安排，促进交通便利以及经济发展的各项工程会当继续来推进当。阮也为着正兄弟姊妹的信仰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今仔日阮有缘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
最近有网络基督信仰的媒体伫遐报道，自从2023年疫情结束了后，参与教会聚会的基督徒人数一年比一年更加减少。分析的原因当中有一项是因为人无搁相信主理的真理，嘛无对信仰当中得到仰望。主啊，伫固定的信仰路途当中，持守信仰跟对你的脚步，有时阵是真大的挑战。福音书咧记载，当初你用5个饼、2尾鱼饲饱5000人，因为安尼，做一个人跟缀伫你的身边，毋拄当你证人启示你的真理，讲你是活命的饼，你的身躯是会当食的，你的血是会当啉的。证人因为无法度领受你的话语，就纷纷离开你的身边，无搁甲你同行。当你问12个门徒，恁也要去吗？彼得应答讲：主啊，你有应我的话。阮要去找什么人啊？愿主保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当对主的教导当中，找到愿意一生跟对主的快乐。伫生命得到祝福、修成满满的时阵，阮无迷失伫这世界的成就当中。伫阮的生活经历到死荫的山谷、充满挑战的困境的时，阮犹原选择行主的路，因为阮知你的确甲阮三甲伫地。最后，阮要为着兄弟姊妹的身体健康来恳求。为着目前也伫治疗身体上的病痛，也是心灵憔悴平安的兄弟姊妹，恳求主你的医治临到因的身上。当病痛临到的时阵，有时互人感觉烦恼、惊吓，又搁伫久久的治疗甲祈祷当中，也未得到完全医治的时阵，有时也会互人对信仰失去仰望。恳求主你帮助因，你的话语亲自来安慰因。亲像保罗3遍为着身上的刺会当离开，你恳求的时，主你安慰伊讲：有你的恩典就够了，阮就够了。阮将以上这的恳求摆咧伫天父上帝你的面前，愿你来请，众人同心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领受上帝的话，咱今仔日要看圣经节，加勒太书3章第1节到14节，新约圣经214页。加勒太书第3章第1节，我的加勒太人啊，耶稣基督顶12届已经形容真明伫恁的目睭前，搭恁互之水迷去啊！我简单问恁一项：恁前受到圣神，是对趁律法来行，还是对听来信啊？恁敢有遮戆啊？恁既然伫圣神做起头，呾就伫肉体真歹吗？恁受遐侪项的艰苦减空空吗？总无真正空空啊！迄个想使恁圣神佮出力行遮的权能伫恁中间的，是对恁趁律法来行，还是对恁听来信啊？亲像亚伯拉罕信上帝，就甲伊算做义，所以恁就知，既若信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圣经大先看出上帝要互外邦人对信称做义，就大先传福音，互亚伯拉罕讲万邦要对你得到福气。可见既若信的人，甲有信的亚伯拉罕同得到福气。既若靠本身行律法的，拢受咒诅。因为有记载讲，既若无常常照律法的册，拢总所记载来行伊的，就受咒诅。但靠律法，无人伫面上帝面前称做义是明，因为义的人要对神来活。若是律法毋是对神独行遮个，要对遮个来活。基督已经赎回咱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伊为着咱成做咒诅。因为有记载讲，既若掉伫查里的受咒诅。
要互阿伯拉罕的福气对基督耶稣宣告伫外邦，互咱对神得到所应允的圣神。圣经读到这，下面献诗，今日圣歌队要献的诗歌，愿望的诗，信心的歌。
下面讲到今仔日柯牧师要讲的题目是因信活出生命意义。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天堂的主，阮感谢你，因带阮经过一天搁一天，一礼拜又搁一礼拜，互阮的生命伫你的掌握的中间，互阮每一天拢会当领受对你遐来的恩典。纵使阮伫即个世界会有侪的引诱，有侪的窒碍，但是阮恳求上帝你亲身来引带，互阮伫即个混乱的中间，阮会当按着目标来向前进前。即时阮自责，恳求上帝你的话成做阮的帮衬，互阮所听甲讲的拢平平得到利益。愿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伫主，愿主你深深看顾，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最近咧读一本册吼，迄本册的中间讲到一件代志，讲到信念、信念。伊讲到即个信念呢，会影响到你的生命。即个信念呢，嘛会互你对即个世间的事物的看法甲态度会有一寡的无共款的转变。所以我当咧读这本册了后，我咧想，那安尼咱搁进前来看的时阵，信仰，咱要有一个正确的信仰的观念，会互咱的生命所展现出来这种的特质，会互咱有一个人生的上尾的目标。当咱真明白这个信仰的特质了后，咱才有法度真明显伫咱的生命中间甲显明出来。所以当我咧读这本册了后，伊上尾有讲到，那呢到底信念甲信仰有甚物款的无共呢？信念甲信仰伊的差别到底伫倒位呢？所以我就整理一下。而且我用 Google 甲查询了后，会当讲信念甲信仰，伊会当看做是对咱心灵事物一个真实的认定。那呢，信念会当安尼来看，信念拢是咱个人的经验，咱会根据一寡证据，也是有一寡逻辑，但是伊会对着即个世界的环境会有一寡改变。也就是讲，当你咧10岁的时阵、20岁的时阵、30岁、40岁，人生的每一个无共款的阶段的时阵，可能你的信念有会无共款。总是，咱来看信仰的时阵，信仰是一种真强烈、坚定不移的一种心理的状态，这是科学家伊写落来。伊讲，通常是超越理性。以及真客观的这种证据，这牵涉到灵魂、人生上终极的价值观，这种真亲情的这种精神的世界，信仰若形成了，咱真恶去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以，若呢，咱来看加拉太书保罗咧写这本批信的时阵。其实，咱来看保罗，伊咧写互大家教会批信的时，伊拢为着家己的身份咧做一个辩护。特别伫加拉太书，咱对第1章、第2章，咱已经读过啊。保罗其实伊强调家己的身份，毋是有人对伊的身份有意见，是有人入去到教会中间咧挑工。咧讲另外一种的福音，主要是要攻击保罗，伊为着福音所做见证。所以伫头前2章经文内面，咱看到保罗有一寡失望的这种场面，也就是这个失望，就是彼得去到加拉太去访问的时阵，伊原本甲大家相处了真好，做伙食饭，做伙领受圣餐。总是当耶路撒冷有雅各派来的人的时阵，彼得随甲加拉太的外邦人分开，毋敢甲伊做伙食饭。所以保罗对着即种
伊真伤心。伊毋那是安尼，连伊伫即个传福音真好的即个同伴巴拿巴，嘛学彼得即款的模样。所以咱伫第2章的时候，咱读到彼得受到保罗的责备，讲伊有一个真明显的错误。但是咱继续咧看加拉太书第3章到第4章，特别咱今仔日看到第3章的时阵，保罗将即种的焦点对彼得转往伫加拉太教会的信徒。保罗会安尼要讲，上主要是要有一个正确的信仰的认知，就是保罗伫即第3章内面要表明的是信仰内涵中间伊的说明。所以伫第3章一开始，保罗直接指出加拉太教会的兄弟姊妹因是受到威胁。那安尼来看，保罗伊所讲的是一个目的。咱伫拄仔所读的台语圣经翻译本就讲到是安怎戆。无论是目的也是戆，保罗用目的这个字眼到底是咧讲什么呢？目的是讲一个人的目睭受到人暗藏起来，受到人互伊甲扎起来，直到伊看袂清。保罗用目的来形容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其实咱若看希腊文的原文的内面，迄是一个真严格的字，就是真无客气。不过保罗受气归受气，伊的心内悠然是对着即阵信徒有一种真怜悯的心。咱来回想伫加拉太书第1章第6节，保罗讲到我很惊奇。你既然遮尔简单就离开照着基督的恩典呼召恁的上帝，然后你去军队另外一种福音，保罗用这种真坚持这个字，拄啊好伫第3章是咧回应这种的目的。第二是讲保罗无法度明白因为什么遮尔目的。伫第3章还佫有一个字是威胁，希腊文的原文是魔鬼的目睭。咱嘛会当安尼来解释讲，敢若惊迄个巫术共款，互人会看毋到，互人失去正确的方向。咱若甲即个威胁的意思，咱通讲是有人受到即种邪术的威胁，行毋到要去转去的路，行去迄个行邪术的所在，然后上尾失去性命，也就是讲，互人行入去错误的道路，然后去到一个错误的目的。所以保罗无法度理解即阵加拉太教会信徒为什么会安尼受到威胁，因为保罗真清楚指出一项代志。就是保罗认为，耶稣基督互人钉伫十字架顶这件事，是一个真清楚明确的一个图像，是一个真清楚的目标的方向。那这么清楚的目标伫头前，加拉太教会信徒为什么会受到另外这种福音的威胁呢？所以，当保罗有这款真受气也好，真怜悯因也好的心的时阵，所以保罗搁一解咧问加拉太信徒一个真重要的问题，讲：恁得到信心，是因为恁遵趁摩西的律法，也是因为恁听福音的缘故咧？咱会当对使徒行传中间，咱会当看到。使徒伫逐所在咧传福音的时阵，伫迄个时刻，信心常常降临伫因的身躯顶。所以加拉太教会的信徒，我想嘛应该有即种的经验，就是信心工作伫因中间的经验。有侪人因为安尼改变了生命，嘛影响了别人。
所以保罗直接要表示的是，无论加拉太教会信徒敢有遵守摩西律法，保罗认为信神同款伫因身躯顶来做工，同款降临伫因的中间。这就是保罗一再咧表示的，就是上帝的恩赐。那呢，当人得到上帝灵的充满的时阵，毋那是咧传讲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的信息者的人，连接受福音的人嘛会得到信心的充满。所以，当保罗搁一摆提起加拉太教会信徒的无知的时阵，是因为因未记得福音的原因，就是因得到福音的这个原因呢，是对信心的恩赐所来，毋是因家己有一个真特别的优点，因做了真好，也是有啥物值得上帝会特别福音的这个真好的这个方向，无。因为人会当得到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的恩典救恩，完全是对上帝遐来白白的恩典。保罗要求人，既然真做基督徒，就必须要有一个圣洁的心来做献祭的准备。不过，伫迄个时阵的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因无安尼啊。有可能伫因开始信心充满伫因的身躯顶，当因开始有一个圣洁的生活的形态的时阵，因开始自满，因开始骄傲，直到因陷入了迄个歹的即个方向去。因想要挖苦家己的气力，因想要敢若行摩西律法来过即种圣洁的生活。保罗咧讲。那呢？恁要安怎才法度对准这个信仰的焦点呢？实际上，保罗认为因袂当，那会当因就袂有这种的状况出现。一个人是为信靠耶稣基督开始生命的改变，也就是因爱尽一生，互耶稣基督成做因生命的主。所以，那呢来看。毋是讲信了耶稣基督了后，咱就恢复到以前也未信真正的生活的态度。咱敢若伫道德的这种规范的中间去找迄个完美，也是讲找讲我伫这中间我尽我的责任吗？若是安尼，人就会讲信耶稣基督有甚物款的意义呢？因为侪也未信耶稣基督的人，嘛会当伫生活道德顶面有一个真严肃、规律的这个生活。但是信耶稣基督了，毋是即种敢若靠律法来做咱的规范尔，是因为咱内在生命得到更新，是咱对生命的看法，咱对生活的态度有一个完全的转变。咱听咧讲，咱信耶稣基督了，咱是一个新创造的人。新创造的人，毋是干那咧谈论这种道德的规范尔。新创造的人是咧讲一个人的一个新的生命的观念。咱若会当理解安尼，咱就会当知影，基督教的信仰是超越这个道德的部分。比道德的这境界搁较悬。各位兄弟姊妹，伫咱所生活的世界中间，拢有伊的运作的方式，也就是讲，咱无法度脱离一种法律的这种规范的内面。伫任何一个法律的中间，其实拢有一个真根袂当去动摇这个真根本的这种母法伫这内面。简单讲，就是宪法。世界各国伊拢有家己的一套的这个宪法伫的，伊的内容可能袂详细去说明讲倒一项代志拢规范伫内底，也就是讲有
有诶组织团体，伊嘛有一种亲像宪法宗旨共款诶即种律法，咧限制规定伊诶组织。那呢，无需要问咱一个问题：你敢知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宪法吗？其实有哦。你讲哦，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即个组织，哇，真大呢，有一个宪法伫的呢。有，咱若 Google 去查总会网站，我大约甲恁揭露落来。就是即个宪法，咱有一个序言，伊中间我较细腻迄我拢无要读，干那要互恁知影即个宪法部分。然后咱会当看到中间讲了真侪的遮的规定伫即个内面。上主要咧表明咱即个信仰的团体，咱上主要的即个目标到底是啥物？咱的宪法内面还有真侪条文法规伫即个内面。总是无论遮个条文法规安怎，牧师甲对中下甲恁整理。其实咱的法规的定义，咱有宪法、有行政法、有标准法、有规则、有条例、有章程、有办法。也就是讲，宪法伫上悬迄个所在，伊是袂当颠动的。下面拢是加每一年，咱总会咧开会时阵，会去一步一步来修改。若有修改，咱会当看到后面有一个刮胡数字，迄就是第51届的总会内面有修改过的文字。无论安怎，无论是咱中华民国的宪法，还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其实拢是咧协助咱咧生活，协助咱咧确认咱家己。所以，当咱若讲咱确实咧遵守着遮个宪法的时阵，以及照着宪法所制定的遮个法律，咱若遵守，咱照遮咧行的时阵，咱会当讲咱是上帝所欢喜的人吗？遵守法律的规范，会当讲是维护这个社会处事尊重别人的权利，保障家己的这种自由的一个基础。伊的本质毋是要处罚，是一种理性甲尊重别人的道德的这个义务。所以法律咧规定了一个大家的行为，包括了咱一个交通的规则，咱犯罪的刑法、民法。所以遵守法律是咧保障人的自由，无受到别人甲咱的侵犯，互咱一个安全的中间来活落去。总是违反法律，咱要负上代价。罪会影响悠远之内，所以其实咱无法度脱离这种律法中间的这种的限制伫的。拿来咱对信仰的角度来看，其实咱人拢毋是完全的，咱会受到这个世界价值观的影响，受到环境的引诱，陷落伫罪恶的中间。那呢，咱伫信仰内面。咱只有来倚靠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牺牲，为咱的罪受死流出的宝血来洗清咱的罪。这种的洗清，毋是讲咱身躯洗清尔，这个洗清是讲咱的心甲灵受到罪的引诱，沉沦受到污染的时阵，因为上帝的爱得到清气。要得到这款的清气的稳定，其实毋是靠着律法就会当得到的，迄是必须要咱拢愿意信任，而且相信上帝，接受耶稣基督成做咱生命救主的时阵，咱才有法度得到这款的稳定。我想讲到这时阵，有人心内可能会想讲，牧师你讲的我拢知。你讲的这我拢知，我自细汉听到大汉我拢知。
总是咱游玩需要时时刻刻提醒家己，爱随时来到听咱的主耶稣的面前。咱来靠着主耶稣，咱甲咱的上帝建立一个真亲密合宜的关系。所以，当咱人愿意甲上帝同行的时阵，咱才有法度去理解保罗伫第5节内底所讲的“互咱”，赏赐互咱的这个字。这个字伫希腊文内面表示一种真宽宏大量的心胸，是一种真慷慨、无条件要互人的。这个字，咱马上讲到咱的彼此，无论是咱朋友、亲情，也是咱夫妻关系的时阵，咱有一种疼，是伫彼此中间走道形成的。所以，当保罗将这个希腊文这个字，甲放喺遮，意思就是讲，上帝是一个无条件将伊的恩典要赏赐予咱人的。这种恩典的赏赐，毋是因为人做了什么，行了偌济律法，遵守了偌济规定，互咱达得上帝的赏赐，毋是，是因为上帝疼咱人安尼尔。所以保罗要讲这种的赏赐，是对上帝遐来恩典的时阵，伊就用众人拢知影的亚伯拉罕做例。保罗引用的是创世纪15章第6节，伊讲亚伯兰信上帝，上帝就认伊做义人。伊讲这句话上主要的目的，是要互当时咧主张信耶稣基督必须要先行各个犹太人的基督徒知影。亚伯拉罕毋是因为有啥物真特别的好的行为，得到上帝认伊做义人。创世纪，我想咱大家拢读过。咱若看亚伯拉罕，会当对创世纪第12章开始来看。亚伯兰伊受上帝呼召出哈兰，一直到伊过身，咱会当发现亚伯拉罕无啥物。互人看做是好，完全好的。上帝会认伊做义人，毋是因为伊的行为是甚物。咱会当对这12章开始到25章，创世纪25章为止，咱看到亚伯拉罕伊为着保护家己的安全，伊讲白贼，讲伊的某撒拉是伊的小妹。因为伊怀疑上帝敢有真正要保护伊，会当互伊行即路拢有平安呢？咱是毋是有时嘛会安尼？怀疑上帝应允，会用家己认为较家己简单的方式来处理遮个问题。比如讲，上帝要互伊有好事，结果伊等袂着。伊就接受伊的某的意见，甲伊的婢女下嫁同房，生出以实玛利。伊嘛听撒拉的话，将以实玛利赶出去。我想，若对这个例来看，亚伯拉罕伊无啥物最好的，互上帝当看做是伊的部分，总是。上帝看亚伯拉罕是义人的时，伫迄个时期，伫创世纪记载，伊也未将伊的独生囝以撒献伫祭坛顶。所以，当上帝认为亚伯拉罕是义人，迄个真唯一的原因是上帝敬调伊。当上帝敬调伊、呼召伊，伊用行动行出哈兰。来顺服伫上帝敬调的内面，所以上帝称伊做义人。我想保罗根据这点，咧甲加拉太教会说明信仰真基本的根基是顺服上帝的疼甲呼召。上帝的疼伫耶稣基督内面显明出来，上帝呼召人转来到伊的主爱的内面。保罗嘛是因为安尼，根据家己前往大马色的这路程，
伊会经历提出即款的观点。伊知影家己无啥物好诶，照人的标准来看，伊是不配成做一个基督徒。但是上帝听伊、拣选伊，互伊得到特别的恩典，互伊伫前往大马色的这路途顶面，甲耶稣基督相拄啊，互伊会当成做传耶稣基督福音信息的使徒。所以，伊顺服了上帝的呼召，伊有即款的经验来对应伊所讲的代志。所以，保罗特别咧对迄阵一再咧强调摩西律法的重要性，超过相信认捌耶稣基督的人，讲伊的看法。伊讲，因为无人会当因为遵守律法得到完全。所以摩西伊引用摩西律法书顶面所记载的话来做一个解说。所以伫今仔日内底，咱所读的第10即句话，讲到，若毋是逐项代志拢遵守律法一切规定的人，爱受到咒诅。其实伊的原文是无遵守上帝律法甲教示的，爱受到上帝的咒诅。保罗咧引用这段话的时阵，其实是咧包含着《申命记》28章第1节讲：恁若有听趁上帝，确实遵守我甲恁颁布一切的命令的诫命，伊就要互恁比天的任何的国家搁较强、搁较大。保罗咧讲这句话，是因为上帝教示甲诫命。拢是咧甲以色列百姓讲，爱遵从上帝做咱性命的主。性命中绝对袂当有一点对其他的神明的思念，而且爱对疼厝边来回应上帝的疼。这是律法所规定的。总是人真软弱，会因为种族、文化、价值观、政治、经济等等的因素，也是讲咱有一寡文化的差异的中间，互咱人甲人中间，咱有无共款的观念，咱有真大的隔离伫的，咱无法度真正根据律法来确实来遵守。所以当咱看到福音书中间，耶稣咧讲迄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时阵，耶稣咧照着即个比喻，咧讲迄个撒玛利亚人，伊咧遵守的其实毋是律法的即个问题，因为伊毋是毋捌律法，即个撒玛利亚人嘛毋是无要去遵行，是伊无法度伫伊的环境的中间，上帝会当透过上帝伫摩西律法中间来落实起来。耶稣这个比喻是咧讲，除非人的性命有改变，而且这种的改变毋是靠着律法来做，律法无法度改变人的心，只有我靠过我的主，人才有法度打破这种的限制。一个人真正会认捌家己的罪，毋是因为律法的关系，是因为咱的心受到上帝的启示，也就是咱一般人咧讲，你有良心也无。创世纪一开始记载人受造的这个过程中间，人受造是因为有上帝的形象伫人的内面，所以当咱伫罪恶的内面的时阵，咱会觉醒，咱会明白迄是罪的时阵。迄是因为上帝的形象伫咱的内面，互咱确实知影讲，原来这是上帝所无爱。保罗咧强调，人是因为信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法律甲信仰是一种两个无共款的境界。所以保罗咧强调的是，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救恩，
这嘛是保罗伫福音事工顶面上中心的信息。保罗的一生，就是咧传扬耶稣基督，甲伊伫十字架顶救赎恩典，这是保罗上主要咧传的。那呢，耶稣基督就是咱每一个人生命中的救主。各位兄弟姊妹，真正改变咱生命的，毋是遮个法律的规定，是因为咱学习耶稣基督对人生命的疼，即种的疼表现伫十字架顶。所以要搁强调的是，毋是法律的规定，咱爱去疼人。那今仔日有一个立法院定一个条例讲，咱每一个人你拢爱去疼别人。咱敢有法度真正去做到这点呢？最近咱咧读新安宫，是咧读《申命记》。《申命记》是摩西带以色列百姓伫旷野，一要进入到迦南地进前，对因的第二代，搁一摆咧说明上帝的诫命。所以当《申命记》咱咧读的过程中间，咱若读到《申命记》第10章第19节，伊安尼讲：你若用恁慈爱去对待外邦人，因为恁伫埃及嘛是外邦人。伫《申命记》24章内面讲，因困苦散食的，互人请的人，无论是以色列同胞，也是住住伫恁中间的这个外邦人，恁拢毋通剥削他们。所以伫《申命记》的中间，咱要看到的是一件代志：上帝透过摩西颁布互以色列百姓诫命甲律法，爱因去疼遐丧乡的孤儿寡妇、困苦的人，嘛爱遐的外邦人。但是以色列百姓因无法度去做到。咱若对出埃及记了后，咱当看到，因会去欺负遐的人，欺负遐弱势的人。所以人要靠着律法来规定。今仔日咱若有一条律法讲，你爱去疼别人，你爱将你所有的财产互伊。我想这咱无法度去完全做到的。那呢，咱要安怎来做呢？咱诚做一位基督徒，咱因为明捌耶稣基督的疼，咱才有法度明捌上帝拯救的恩典。咱嘛因为明捌上帝拯救的恩典，咱知影爱甲上帝建立一个合意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因为照着信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所以今仔日咱来反省的，也是咱去思考的是：我信耶稣基督了后，我的生活中改变了什么呢？有可能咱自细汉伫教会内面，咱这个问题无去想过。总是咱爱去想的是，我甲这个世界有什么款的无共呢？我的生命观有什么款的转变呢？若是当咱信耶稣基督了后，咱的价值、咱的观念，甲以前拢是共款。那呢，这款的信对咱有什么款的意义呢？无需要勉励咱大家，咱的目标是将家己提升到比社会价值观、道德的规范、律法的规定，迄个更较悬的境界。也就是讲，咱真做一个真实在来落实上帝话语伫咱生活中的基督徒。咱迫切爱努力甲学习的，互咱伫每一天中间，咱甲上帝一届搁一届建立迄个合意的关系。世界咧引诱咱，总是咱是信靠耶稣基督的，咱甲即个世界咧对抗。咱爱因为信，互咱有一个新的生命，
互咱有一个新的观念，互咱伫即个社会中，咱诚做光甲盐来影响着别人。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的面前，阮感谢你，因为你疼阮，互阮有即个机会会当成做你的囝儿，互阮会当对你来倚靠。世界咧影响阮，世界咧影响每一个世代，总是因为阮信，阮会当活出一个新的生命的意义，就是主你的疼伫阮的中间。恳求主帮助阮，当阮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阮心灵软弱的时，阮拢会当照着你的话语来到你的面前，领取你迄个白白赏赐予阮的恩典。愿主看顾保守阮，予阮所讲所行的，拢会当荣耀你的名，予人得到利益。愿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在我心。这是咱来唱回应的诗歌，新圣诗572首，572首，心目五主坚固，心目五主坚固，就是赎罪耶稣，救主上帝，求你听阮祈祷，罪恶洗清到无，互我专心倚靠。归恩上帝，请起立，咱吟全首。
谢。下面请咱备办心来奉献。咱来到上帝面前，谦卑领受上帝恩典，孝顺上帝所赏赐的一切时，咱用行动来回应上帝恩典，对内心备办奉献，恳求上帝欢喜接纳咱所献的时间、金钱以及咱的心志。请坐。下面咱来报告，伫报告台先，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咱读2摆。请打考律法无人伫上帝的面前称作义是名，因为每个人要对神来活。加列太书3章11节。打考律法无人伫上帝的面前称作义是名，因为义的人要对神来活。加列太书3章11节。下面圣工的分担，后礼拜领袖敬拜团司礼伫林教执事，苏琴华秀的执事，献诗献歌队苏献科一家执事张玉如执事。交代科一家执事林春浩长老，音控陈佑珍弟兄、周宏邦弟兄，工作经理是李团导师。拜三查经祈祷会，查考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10章，书会施信于执事，主理是柯牧师。下礼拜书会内容经文是诗篇121篇，第8神的照管，伫山里内面额头大发。经文圣诗。金句请大家家己来看。好，接续咱先到报告第6面，教会消息报告第1点，登记好会开会后，小会定伫2月初8，就是后礼拜日，要调开2022年会员好会。会员的名单已经即马打伫1楼的公布栏。那当天无法度出席要请假的兄姐，请小会书记文宏长老来提出。会手册已经印好啊，若有要先领会手册的兄姐，会当伫1楼登记来领取。后礼拜因为会的关系，所以是联合礼拜，只有一场无欢喜礼拜。第2点，小会公告：2026年1月7日，小会通过即个办法的修订。
第一点，修订敬老金甲东港慰劳办法的第5条。为着要来应付即个2020年咱教会建物遮设备大修的时间啦所以咱除了设立即个奉献基金以外，详细有同齐来调整即个敬老金调整一位是调整做600块。第2点，修订魔术馆建筑基金管理办法配合2020年新增加30年建物设备大修基金。咱将即个名称有变更做教会建筑甲修缮基金的管理办法。将即个魔术馆的基金、建筑甲修缮基金遮有纳入有甲增加入并且看照这需要有一条来去增加即个修改即个内容。修正了后的办法，目前嘛已经公布伫即个公布栏顶面第3点是中执会开会通知中昼。今仔日中昼12点半，伫地下1楼要召开中执会，请中执同工出席来参与。第4点，大在职期42天马拉松读经的大挑战，报名截止的日期是到今仔日，今仔日是最后一天报名时间，请有要参加的兄弟到1楼的柜台，来填写这个报名表。若是有报名参加的兄弟伫后礼拜好会结束了后，请暂时劳保咱有一个种行前说明会以及领取即个大挑战的手册。第5点是少年团契生活营2月7到2月11，少年团契要前往台南举办生活营请兄弟带导为着因出入的平安来带导，也为着因灵命的成长的学习来带导。所以为着咱软弱的肢体来祈祷，求助伊伫因心脏的病痛。另外是2月7日到2月7日，李传道书要去参加总会牧团年会，地点是伫高雄。另外伫奉献的方式请兄弟当来斟酌看即个好，今仔敢有新来的朋友？好。无新来朋友，即时咱来行平安礼。
游玩徛底，咱来唱上尾边的诗歌，圣诗389首。阿罗上帝至高至尊，吟诗煞请牧师祝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的盼望甲救赎，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之地，对一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默祷。礼拜即时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